大家好，我係阿茄，今次會帶你去國貿站一間好抵嘅泰式按摩店，140幾蚊就可以享受60分鐘超舒服嘅泰式按摩。如果同朋友一齊嚟，仲有個精油 SPA 2人套餐好抵，每人240幾蚊就可以按120分鐘，包埋熱石按摩，仲有甜品、生果免費任食，全場免小費㗎。想知道就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呢間按摩店好近羅湖口岸，由口岸搭地鐵1號線搭1個站就到國貿站，由 E 出口出去，向後邊嘅方向行，過左邊條馬路之後一路直行幾分鐘就到。已經見到以享福嘅招牌啦。去到新安大廈之後，搭 lift 上5樓，轉左就見到以享福啦。以享福喺深圳有幾間分店，係大型連鎖店。呢度環境好舒適，燈光柔和，係簡約嘅泰式風格。佢哋服務好好，我一入到嚟就俾咗對拖鞋我換。呢度有休息區，按完摩可以喺度食甜品同生果，亦都有 locker 可以放置隨身物品。呢度嘅 SPA 房都係獨立房間，有1人、2人同3人嘅房間，仲有泰式主題房。按完摩上沖涼，呢度都有獨立淋浴間，地方都幾乾淨。呢度按摩種類有好多，中式、泰式、彩意等等都有，價錢都係明碼實價，係全場免小費㗎。我會試下泰式全身按摩60分鐘，而家做緊優惠，只係148蚊咋。跟住我哋就按芳香精油 SPA 120分鐘，呢個雙人套餐真係好抵，498蚊就可以2個人，每人按120分鐘，即係每人240幾蚊就得啦。泰式草本球仲可以免費轉做火山熱石，平時按得唔夠喉，今次按2個鐘就啱晒啦。首先開始淨足禮，聞到好香嘅味道，原來係玫瑰花嚟。見到一片片花瓣漂浮喺牛奶浴上面，仲用咗玫瑰浴鹽幫我做磨砂，感覺已經放鬆咗唔少。我哋入到嚟泰式房間，好有氣氛，好似去咗泰國咁。等我換衫先。泰式按摩係以印度草藥同瑜伽術為基礎傳入泰國。唔講唔知，原來古代泰國皇室會用按摩嚟治療體傷同強身健體。技師一開始會做啲熱身動作，用全身嘅力量由腿部到背脊按壓全身，又會按摩膊頭，用手踭按摩，力度好夠，好舒服。技師手法熟練，可以精準咁揾到身體嘅酸痛點。泰式按摩係一種結合拉伸、按壓同瑜伽姿勢嘅傳統療法。按摩師會用手掌、手踭、膝頭同腳等嘅部位進行按壓同拉伸，幫你全身拉筋。透過拉筋嘅動作，可以改善關節靈活性。將腿提起做拉伸，可以增加腿部肌肉嘅柔韌性，改善血液循環。我平時比較少做運動，啲筋係好緊啊，呢度可以幫我拉鬆啲筋。又會用身體嘅重量將我背部慢慢拉伸，舒緩背部緊張，改善姿勢，減輕腰痛同脊椎嘅壓力。佢又將我嘅手臂向後拉伸，放鬆膊頭嘅肌肉，減少肩膊僵硬同腫痛，可以改善肩頸問題。泰式按摩真係好特別，平時按摩會按到好眼瞓，呢個係越按越精神。
呢個按摩療程好全面，仲會按摩大腿、小腿、手臂、手掌同頭部，咁就完成呢個療程啦。感覺啲筋鬆咗，柔軟度都提升咗。跟住就試下精油 SPA 呢個2人套餐，每人可以按120分鐘，真係夠晒滿足。呢度有唔同味道嘅精油揀，係泰國植物精油嚟。我哋今次揀咗薰衣草味，薰衣草味道好香，仲可以減輕焦慮同緊張，令到心情放鬆。因為時間好充足，所以肩頸、腰背、腿部、手臂、頭部每個部位都可以安排到大約20分鐘慢慢按，絕對可以做到全身放鬆。呢度服務好細緻，每個環節都會話俾你聽先，又會問力度啱唔啱，講嘢仲好溫柔。到咗最期待嘅火山熱石按摩啦，按摩師用熱石慢慢咁按壓肌肉。將熱石放喺背脊嘅穴位上面，可以放鬆緊張嘅肌肉。等佢慢慢熱敷嘅同時，就幫腿部做熱石刮痧。熱石刮痧可以幫助排出體內毒素，促進新陳代謝。技師真係好專業，佢沿住經絡刮痧，可以刺激經絡，改善身體情況。做完刮痧之後，皮膚有一種被活化嘅感覺，有少少紅紅地，有一種舒服嘅溫暖感。按摩真係好放鬆，加埋精油嘅香味同埋柔和嘅音樂，我朋友都漸漸進入夢鄉。除咗背脊，都會幫個肚做熱石按摩，熱敷肚皮可以幫助腸道健康。如果係女仔嘅話，仲可以暖宮。按摩個肚可以促進腸道蠕動。最後就按摩頭部同肩頸，咁就完成啦。按完摩仲有龜苓膏同生果食，非常之養生健康，可以加奶同糖漿，都幾好食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呢間按摩店性價比好高，尤其是係2人精油 SPA 套餐，每人200幾蚊，竟然可以按2個鐘，幾乎係其他按摩店嘅一半價錢，而且環境舒服，技師好有經驗，泰式按摩非常正宗，按完放鬆咗好多，我同朋友都好滿意。下次嚟想試埋彩耳，聽人講都唔錯。我係阿茄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